如果你問我憑良心講，喺中山裝修交樓俾你最市正最靚仔，連冷氣都用套書吧嘅盤係邊個？我會條件反射咁同你講，遠洋天鑄。好多朋友仔話天鑄如果唔係讀書方面輸蝕咗呢，佢真係好難輸嘅。無可否認，天鑄嘅書包仔係一般般，但係天鑄真正嘅業主群體呢，好少會通過去買套樓去解決呢個讀書問題。畢竟作為城區高端改善盤之一呢，佢嘅優點完全已經 cover 咗缺點。今日帶你沉浸式體驗下，位置喺城區3區交界，衣食住行都好方便，飲飲食食咧特別多，交通都好便利。香港深圳經深中通道一落高速3分鐘到屋企。上年年底啊，一期樓下仲開通埋直達香港嘅榮利巴士。天鑄作為少有嘅下沉式園林小區咧，比傳統小區園林係更加之立體，園林景觀更加有層次，而且下沉部分可以作為後期嘅會所使用、辦公書吧、小朋友交際娛樂嘅多功能空間，仲有獨立嘅宴會廳、健身室、golf 模擬遊戲機。喺中山應該冇其他樓盤好似天鑄咁捨得用一套特定嘅過濾消殺加壓系統嚟處理自來水啦。經過處理後嘅自來水咧，洗衫唔容易泛黃，玻璃唔容易起水垢，特別係皮膚過敏嘅朋友，呢套系統真係福音啊！車庫入戶嘅位置咧，做咗星空頂棚，返屋企都有住酒店嘅迎賓感，好正啊！佢全部都係2梯3戶嘅。咁今日我哋會睇4個回，分別係116方、142方同埋177方，其中142方咧有2個戶型嘅。住大平層冇專梯入戶，人哋笑你㗎。142方南北對流雙陽台5房嘅設計，示範單位係5房改3房。一入戶嘅呢一間房咧係揼咗一半嘅牆，連接住我哋嘅客廳，加埋主陽台封鬼咗佢，成個廳嘅空間感瞬間增強。一入戶嘅隔離邊咧係其中一間客房，主牆體嘅採光面咧去到3/4。然後我哋再睇下呢個開放式嘅廚房，中島台嘅交付已經係大平層嘅一個好標準嘅交付條件啦。再加埋我哋嘅7字形推拉門，然後咧佢家政間嘅洗衣位全部 set 晒喺生活陽台呢一邊。我哋再睇下第2間客房，其實都冇咩嘢睇嘅啫，中規中矩，大家立一眼就算。重點我哋講講佢點解5房改3房，因為如果喺3間房夠用嘅情況下，佢將5房改3房，有1間房納入咗主人房嘅衣帽間，成個主人房好似個行政總統套房咁樣。然後咧再過嚟呢度南北對流雙面採光，再加個少少嘅書吧辦公區，再睇埋個園景係咪好正呢？